可是如果是没有雨水，那土地干燥就会闹饥荒。那伯利恒，粮食之仓哈，他们却发生饥荒，所以以利米勒一家他就移民到那个约旦河东摩押地的回沃的那个叫什么雅嫩河谷啊。好，那伯利恒到摩押地哈，大约有60-70公里，那走路要4-5天。好，那路德记的特点哈，就是说路德记是衔接士师时期跟王国时期的桥梁。好，那路德记是预表外邦人蒙神拯救的福气。好，那路德预表蒙福的外邦人。那波阿斯呢，预表耶稣基督。那波阿斯田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好，那外邦人时期哈，什么时候开始？那就是从那个巴比伦王兴起，还有犹太人被掳那个时候开始外邦人时期。那我看那个摩押的历史背景哈，在创世纪19章，就是所多玛跟那个俄摩拉遭毁灭的时候，那上帝纪念亚伯拉罕，好啊，拯救罗德从那个潜狱中出来。那罗德跟他的2个女儿就躲在索尔的山上，躲在索尔山上的一个洞里。好，那他们父女乱伦，那大女儿就生出摩押人，那小女儿嘞就生出叫什么亚门人啊？对，那摩押人长久对以色列人很不友善。那这边你看那个《申命记》哈，23章3到6节，好，那就是说那个地方记载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好，那什么意思？就是不可以进入以色列人的社会。好，那我们看他如何对那个摩押人如何对以色列人不友善。就是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好，然后又摩押王巴勒又雇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在士师时期内，摩押王伊基伦又压制以色列人18年。那另外在那个启示录2章14节哦，他说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以色列人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好，那亚门人拜什么神？摩洛。那摩押呢？拜基摩。那这些拜假神的哈，最后都会遭受神的审判。那路德记的神学主题哈，这个讲理由。那第一点就是说，约书亚记跟士师记是在强调以色列人会得到神所赐的应许之地为业。那路德记强调，就是说在那个他们得为业的地上，神会预备适当的人，要将耶稣基督升到人类中间。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波阿斯赎业至亲的身份，他预表耶稣基督爱世人。还有十字架的拯救。好，那第3点呢，就是路德预表外邦人和那个以色列同得救赎之恩。那第4点就是路德就是象征那个箴言31章10到31节才德的妇人。那第5点就是路德记它彰显神的主权，就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那同时呢，神会使用人所牵看的卑微的人，来成就他们神的旨意。那第6点就是路德和他玛、喇合、玛利亚，他们荣耀的遍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那永垂不朽。好，那第7点就是说，人在背逆神，那偶像充斥，还有那个道德沦丧的时代那仍然有很多有信心顺服神，而且全身委身的渔民。渔民不是那个猛狼那个渔民，就是剩余的人，就是上帝所保守的很少的人。譬如像那个但以理，还有他3个朋友，
他们因为那个荣耀神，那得到那个王叫什么？尼布甲尼撒王的称颂。好，那最后一个哈，第8点，那本书哈，这是路德记，它多次使用神的名，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还有永生的耶和华，还有全能者。那另外本书提到的那个神的恩待，那个就是讲那个神的慈爱，还有神永恒忠贞的爱。好，来，让我们看这一课的大纲。这个讲义也有哈，那我讲那个大纲就好了啊。第1章是以利米勒一家不幸的遭遇，好，那第2章是讲那个路德到波阿斯的田里10岁，好，那第3点就是路德的请求。那第4章在讲那个波阿斯尽自尽亲属的责任。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一段。好，看那个第1段。好，就是士师时期哈。好，那因为人背逆神，背逆神哦，气候就反常。好，那天也不下雨。那个拥有粮食之昌美名的哈，伯利恒，他很讽刺的也发生饥荒。好，那以利米勒一家呢，他就移民那个摩押绿色边缘。好，那以利米勒名字的意思是我神作王。好，那拿俄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喜悦跟天际。好，那马伦呢？马伦是那个对，就是体弱或者多病这样子好疾病。那基连呢？基连就是讲他很憔悴啊，或者是很短命好，他们一家人在摩押住了几年，10年好，那这期间呢，拿俄米的丈夫死了。那2个儿子就分别娶了摩押女子厄尔巴和路德做妻子。那厄尔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厄尔巴它其实是倔强的意思的。那个路德的意思就是友谊或者友伴。好，那后来呢，2个儿子也相继死了。好，那你看这张图你觉得路德是谁的老婆？不是，这张图看很像是基连，她其实是马伦的太太。马伦太太，那个到第4章那边有写。对，看这张图好像是基连的太太。好，那现在拿俄米就剩下3个寡妇拿俄米本身还有两个那个媳妇好，那我们看，我们现在来念这一章6节好了好，我们一起念这个。拿俄米就以2个儿妇起身，要走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那拿俄米这时候他孤苦无依，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就抓住2个儿媳妇做拐杖。好，他反而劝他们要回那个摩押的娘家重新去嫁人得平安。好，那当拿俄米跟2个媳妇道别亲嘴的时候，2人就放声大哭，可见他们婆媳关系很和谐亲密。对的，好，那拿俄米他不顾那个《申命记》25章5到10节说的。那个律法就是说，弟婿兄双，就是说，弟弟要娶寡嫂，好，来继承那个已死的哥哥的那个名分。好，那拿俄米他不管这个律法他就说他自己年纪已经大了，生不出儿子。他说，即使他今夜能生出儿子也等不及他们长大，给2个儿媳妇做丈夫，去继承已死的2个儿子的名分，以免他们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好，那拿俄米呢，他怕拖累2个儿媳妇，就对他们说，他说神伸手攻击他。那拿俄米呢，自怨自艾，而且满心愁苦，因为他那时候还不明白什么，就是说，神其实是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叫人在末后有指望的神。好，那神有时候会借着苦难跟试炼来试验我们的信心，是要叫我们的信心比金金更宝贵。那2个儿媳妇那俄尔巴最终就决定回到那个摩押地去继续拜那个他们的假神基摩。好，那路德呢，他舍不得拿俄米，就定义跟随。好，那16章1章16到17节，这就是重头戏在这里哈。好，那我们这个比较长还是念一下好了。路德说什么？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对，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人能使你与我相比，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好，那这个地方你看他放弃了什么？放弃这些，放弃自己的前途，还有生活方式啊，放弃自己的国籍，这边写错了哈，这应该是国籍，还有身份，还有放弃自己的信仰，那可能还有那个朋友圈啊，亲戚朋友都放弃了，决心很大哈。好，那婆媳2人就回到那个伯利恒。好，那拿俄米对那个伯利恒的妇女说哈，从今以后你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什么？马拉啊，因为马拉是苦的意思啊。好，因为他说全能者使我受苦。那马拉为什么叫苦？它其实是那个典故是来自那个出埃及记15章啊。那摩西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到了那个旷野第3站，那边那一站叫做马拉，那个水是苦的，摩西就丢了一棵树进水里，水就变甜了。好，那一棵树是什么？那一棵树就是皂荚木，皂荚木是做约柜的植材。好，那拿俄米呢？拿俄米他说他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好，那这句话应验那个主耶稣在马太16章25节说的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那就应验了好，那拿俄米丧失他2个最重要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土地跟后裔啊。好，那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就是那个正好是那个收割大麦的季节。那时候正好是4月底5月初，好，那比那个小麦收割还早1个月。好，那这时候是他们庆祝那个五谷丰收的五旬节。那五旬节也叫做收割节或者七七节。那收割节呢，持续有7个星期。好，那这是丰收它预告就是说神要使拿俄米的危机变为转机。好。那我们看那个原则1就是委身于主，你所失去的，好，耶稣能代替。那我们人生会有苦难，那有苦难的时候呢，就要更亲近神，紧紧的抓住他，依靠他好，那有一句话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对，神永远不会有绝望，就是说他会把那个一切都变得重新有生命的好，那我们来看第2段好，来看第2段。第2章一开始就是预表那个救主的波阿斯出场。那波阿斯的意思呢，就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那全能的神就是那个以赛亚书9章6节，弥赛亚有五个明显有5个名字。弥赛亚的5个名字之一好，那5个名字就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那我们看那个所罗门圣殿的入口它有2根那个铜的柱子，那左边那一颗就叫波阿斯，波阿斯在那个地方就是能力的意思。好，那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至亲，也是一个大财主。那大财主呢，跟那个3章11节贤德的妇女
他们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说波阿斯也是一个有贤德的人。好，那为了生计好，路德就要求拿俄米让他到田里去拾那个麦穗呀。好，那路德他把那个根能把那个能跟在谁后面拾麦穗，把这件事情信心的交托神。好，这是刚刚波阿斯忘记看这个好，大能的勇士好，那我们看那个下面好，那我们看有关于那个穷人拾麦穗做食物在利未记19章，还有申命记24章他就是吩咐穷人说，他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手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好，可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富人都遵行摩西律法，对穷人有怜悯心。好，那很奇妙的是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好，那在神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在神巧妙的安排之中。可能我们人有时候会有些作为会取代神的作为，可是可是人的主动性是有限的。好，如果没有神的祝福跟作为，人的主动毫无所获，就不会有收获然后恰巧这时候正好波阿斯也从伯利恒来视察大麦收割的情形。好，那波阿斯都是正好恰巧好，那我们看波阿斯他们主仆见面都是用那个用神的名来互相祝福啊。好，那这也是那个犹太人他们普遍的问安的模式。好，那波阿斯第一次看见路德在田里他便像那个波阿斯就像那个监管收割的人询问，然后波阿斯就知道路德的来历，还有路德很孝顺又很勤劳的美德。好，那在这个地方波阿斯的田就象征那个教会。好，那对于来到教会的新人不管他的种族、性别、信仰，还有文化或者社会地位波阿斯都是很热情的对待，他没有歧视主耶稣基督最小的一个弟兄或者最小的一个姐妹。好，那这时候波阿斯就亲自对路德说他很恩待路德，他亲自对路德说他说你要留在那个波阿斯的田里要常常跟他的侍女在一起然后也吩咐他的仆人不要欺负路德。好，然后叫路德说你渴了可以喝那个仆人打的水。好，那对于波阿斯的恩典呢，路德就怎么样？俯伏在地跪拜。好，那波阿斯他赞许路德的孝行，在那个以色列人中得到很好的名声，所以他也很喜悦路德来投靠在那个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所以波阿斯就大大的祝福路德说，你会得到神满满的赏赐。好，那不止这样他还用那个慈爱的话来安慰路德的心。好，那到了那个吃饼的时候那个波阿斯就让路德坐在收割人的旁边，那叫他用饼蘸着醋来吃好，那又给他那个烘熟的麦穗好，那路德吃饱又有剩余可以留给婆婆。好，那醋是当时的农家他们用那个谷物做成的一种酸酒，那是希伯来人一种很日常的饮料。好，那波阿斯吩咐那个仆人要从那个捆中让路德去拾取麦穗，那甚至吩咐那个仆人说你要把
把那个从那个捆中抽取麦穗，留在地上，让路德去捡拾。好，叫他不可以羞辱路德，也不可以斥喝他。好，那波阿斯对路德的友爱跟宽容像不像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恩慈？他远远超过那个律法规定户人对穷人应尽的义务。好，那路德将他拾取的就把那个把它打干净那第一天他就收获1伊法，就是20公升的麦穗。这个我自己认为是那个波阿斯给路德的见面礼，非常的丰富20公升。这吃饭那路德回去就把那个波阿斯恩待他的事情完全告诉拿俄米。好，那神借着波阿斯爱的救赎就把婆媳2人从贫困中拯救出来，那为他们开一条出路，那也成就婆媳2人在生命和生活上的转机。好，那拿俄米他这时候就认出他说波阿斯是以利米勒家族一个致敬的亲属。好，那致敬的亲属希伯来文就是这个 Goel， 那希伯来文致敬的亲属。好，那这是利未记致敬的亲属，就是利未记25章49节所说的可代赎的亲人。好，那这个字到了那个约伯记19章25节它翻译成救赎主。有关联的对。好，然后再来看，那救赎致敬的亲属他的责任是什么？致敬的亲属他有2项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第一，要赎回寡妇前夫的产业。好，第一种那第二呢，要娶寡妇为妻，然后所生的头胎男婴要归在寡妇前夫的名下。好，继承已死的人所赎回的产业。好，这样知道就说2项赎回土地，那要娶那个寡妇为妻，那生的小孩要归前夫的名字。对，产业也要归他的名字。那这项立法叫做利未拉特法。利未拉特法这个讲义上有。好，那可以参考那个民数记跟申命记25章那个地方。好，那他的那个希伯来人就是这个 Leviage。好，那这个法它一开始只有实行在兄弟之间，那后来呢，如果没有兄弟没有弟弟可以娶寡嫂，那致敬的亲属就有义务去履行那个利未拉特法的一些责任。好，那我们看那个第3章那拿俄米他很关心那个路德的安身之处，那个意思就是很关心路德的归宿就是他的婚姻，所以路德就拿俄米很关心路德的婚姻问题所以拿俄米他就教导路德，他说你要向波阿斯表示说你愿意嫁给他，愿意跟他结婚，那希望波阿斯能负起那个致敬亲属的责任。好，那现代读者，这我们刚刚讨论有谈到这个现代读者因为对这个风俗认识不多，所以可能很难接受他们这种风俗可是从那个拿俄米的劝导，还有波阿斯对路德的赞许还有在那个创世纪38章，那他玛他为了替他已死的丈夫而留后，就假扮成什么妓女去欺骗那个公公犹大，从他生出谁？那个生出双胞胎，就是法勒斯跟谢拉。好，可是犹大对这个事情，他有没有责备他玛？没有他反而说什么？他说他玛比我更有义。对，那意思表示说他玛这样做是对的。好，所以从这里可以
可以看出哈，这种风俗在古代的犹太人是正当的。那波阿斯跟路德的结合也是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好，那时候打麦子要在露天进行，因为需要风来吹散糠皮。好，那打麦场都是公用的，必须要轮流使用，要等候啊，轮流等候。好，那暖风哦，通常会在那个下午或者傍晚从西边的大海吹过来。好，那波阿斯可能在那个晚上才轮到。那因为打麦子的时间很长，所以工人必须要在那个田间过夜。那在私下见那个波阿斯之前就是拿俄米教导路德怎么样去跟波阿斯求婚在见那个波阿斯私下见波阿斯以前拿俄米他就教导路德要先沐浴抹膏，还有换上衣服。好，那沐浴抹膏换上衣服的意义你可以参考那个以西结书16章9到13节，那个很长啊。那我念大意就可以。大意是说他说神恩待他喜悦的人，用水洗净，又用油抹，使他有金银的装饰，身穿绣花衣、细麻衣和丝绸，吃的是细面、蜂蜜和油，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好，那路德就向波阿斯表示它里面有一些细节好，这边简单讲就是波阿斯就向那个路德向波阿斯示意，表示愿意嫁给他。好，那个3章4节的被就是3章9节的衣襟的意思，灰啦，跟衣襟是那个意思那以色列人他常常会用那个衣服来做各种有比喻含义的行动。好，那男子用衣襟遮盖女子，表示愿意娶她为妻。好，那个波阿斯就有用衣襟去盖路德，表示他愿意。那我们看那个波阿斯的回应。好，那波阿斯在祝福中他就赞许路德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好，他就觉得路德非常贤德那在这里他路德的求婚不是他的求婚不是凭着私欲，而是按照那个规矩来行事。好，那路德的婚姻观呢？他是对一个家庭从一而终。好，那路德对神对家的爱绝对不变节，这也是他那个蒙福的泉源。好，那波阿斯是怎么样的人？他道德高尚，那行为端正，那忠心持守神的命令。他知道那个致敬亲属的那个责任是什么好，那这边有写到就是说他给了路德6簸箕，那个是25公斤大麦，他不让路德空手回去见婆婆。之前给20公升，那个是见面礼，那在这里也是什么？我觉得是聘礼耶。对呀，聘礼的后来也在看看对，我自己觉得没有人这样写。那个3章18节我觉得姜是老的辣，因为可能路德自己还不确定波阿斯到底怎么样可是呢姜是老的辣，拿尔尼来讲，你讲你慢慢来等，这个人你说波阿斯办不成赎回路德的事必不休息。他很笃定他很笃定的这样预测。老先讲好，然后那波阿斯是预表那个耶稣基督。那你看那个看顾以色列的神怎么样？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他是预表预表神那到了第4章，好，再利用几分钟到了第4章好，第4章这一章就是波阿斯娶路德为妻生子那现在在城门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定夺那个公案或者买卖财产或者一些法律手续或者个人纠纷都会在城门口。好，那由那个本城中的长老来听讼判断。好，那恰巧又是恰巧比那个
波阿斯更有钱的亲戚又在城门口出现。那个机会难得，那个谁，波阿斯赶快召集10个长老来做见证。好，那波阿斯蛮聪明的，也很有耐心他很合法的，他就等另外一位，等这位更有钱的亲属他甘愿放弃2项责任，就是赎产业，还有那个娶路德为妻他那怎么样表示呢？他就在城门口就公开脱鞋，然后把鞋交出，好，那表示放弃权利，那把权利让给波阿斯。好，那波阿斯这时候就公开，他就公开宣称他说，他将从拿俄米手中自买还属于以利米勒、马伦、基连的一切，包括娶路德为妻，好，在产业上存留死者的名。好，那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要兑现那个承诺，有4种方式。第一种是血约会的然后第2种是言约，好，那第3种就是那个击掌，第4种就是这里的脱鞋。好，那这些长老来做见证的长老他们就祝福那个波阿斯从路德建立大家族，就像那个雅各当年一样，变成一个大家族那众长老的祝福在那个大卫还有他建立以色列国事前这件事上就完全实现。好，那路德记就充满了那个祝福的话好，等一下后面会有图好，那4章15节说，有路德这个媳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那表示是说拿俄米大有福气。好，那到16节他说，把孩子抱在怀中。那有的解经家说，这是一种那个收养的仪式，因为拿俄米就做了那个厄贝德的养母。好，那有的人就说，这只是一种那个很亲热疼爱的表示而已。好，那厄贝德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好，那最后这边是讲到呢耶稣基督的家谱好，那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有3位信心顺服的外邦女子。好，那第一个就是犹大从他玛生法勒斯和谢拉。好，那法勒斯生希书人生亚兰生亚米拿达生拿顺生撒门从喇合生波阿斯。好，那波阿斯从路德生厄贝德生谁？耶西。那耶西生谁？大卫。所以路德就是大卫的谁？曾祖母。好，那我们来看那个原则2好，原则2就是说，耶稣是我的救赎主，带来我生命的转机。好，那在那个动乱的时代神仍然看顾还有保守敬畏他的人。那神借着在世上的各种情况，好，我们看为不好的，比如说战争、瘟疫、饥荒，还有死亡等等那神都会伸出那个拯救的手，那完成他至高的定旨。好，使坐在黑暗中的人始终有盼望。好，那最后再利用1分钟就说那个路德记它处处引人注意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人进到神的国不是靠地位、名望或者协同，而是靠一生遵行神的旨意，信守真理。好，那生活中的重心不是自己，而是天父要我们去爱、去关怀、帮助别人。那爱人如己的精神，在路德记里面他发挥的非常透彻。好，所以主耶稣就把爱神和爱人作为什么全律法的总纲。就到这边好，那个至于那个祝福的章节这边会有，这里祝福的章节，这边它有2章看一下对，总共2章，这样你可以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就是患难中的祝福、工作中的祝福、安慰的祝福，或者你自己从那个圣经里面慢慢找也没关系。好，那就到这边那我们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感谢儿乐你，为圣经内面真侪故事互阮看见，上帝长看高深，阁无私好势的疼。上帝拣选伟大的信心的老爸阿伯拉罕，赐福予以色列人，
伟大的领袖摩西，上帝嘛无别去即互外邦真卑微的女子拉合甲罗德，互因会当真因邀进入主耶稣基督的族谱，世间人的种族歧视的问题，来到上帝面前，拢通得到讨伐。主，阮感谢你，启示一切的恶名，互阮在信心顺服来亲近你。天顶的窗仔门就为阮拍开，你的话是阮每日活命的食物，嘛是阮喙焦的时通啉的活水的水泉。你是阮的生命树，阮的大牧者，火会烧，草会高达，时间会消失。单单主稳定生命的水的河，永远流无煞。主认捌你是阮一生上大的福气，一切好处无伫你以外，伫你遐有永远的活命。感谢你，伫每一日智慧世的生活当中来看顾帮助甲拯救，我嘛跟对你学习你，将你的生命怜悯恩赐拢会当恩赐互别人。阮一只安尼感谢基督，拢是用各主耶稣圣名求，阿门。阿门。阿门。